弟兄姐妹得到一个证书，我们的周报有写啊。今天呢特别我们有其中的一个学员，就是我们教会我们教会的姐妹了我们的丽蓉老师，她要来分享一下她得到学习的心得。我们拍手来欢迎她来。好，我们请丽蓉姐妹好。你要用这个吗？不用。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大家平安，大家好我很感动在等候了1年，我才有机会参加理财有道跟经营有道的课程。为什么要等1年？因为我学校的工作也很忙晚上上课的时间刚好跟我们理财的礼拜4的时间有冲堂。那我等候了1年，我今天很感谢神，今天唱的诗歌因他活着，还有感谢神这2首诗歌，在我大学的时候40几年前大学的时候呢，是我在教会里面常常吟唱的诗歌，所以我很感谢神。今天站在各位面前，有一个课程，如果在20年前我知道有这个课程的时候，我会放下所有一切来参加。那箴言里面有提到说，殷勤筹划的足智丰富那行事急躁的都必缺乏。我们常常在生活当中有好多的忙碌。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问你你不用回答。如果你现在处在你财务状况被拖累的情况当中，你有网络的成瘾囤积症，买了好多的物品囤积在家中，你根本就没有用到那你是否花了很多时间在追剧、韩剧、陆剧台剧无所不剧那这样的一个时间里面，还有夫妻关系，还有亲子关系，充满了冲突充满了对立。我希望你花一个时间，1个礼拜未来开课的时候，1个礼拜拨出1个晚上的时间来参加理财有道、经营有道的课程。那我们的老师是在前排的PowerPoint 里面的第2排第2位他是在职场上有很大的这个成就，可是他的生命充满了这个宽阔的胸怀。他愿意在他70岁的年岁，当然我常跟他讲说，人生70才开始那他有宽阔的属灵的一个看见，那非常乐意的在这样的课程是没有收任何他没有收任何的钟点费来带领我们参加这样的课程。那这本书是我当初今年3月份看的时候，我连续看了3遍，我非常感动，我好像回到起初那样跟耶稣很亲密的关系。然后在课堂上课的时候，我们都是要跪下来。我们请下一张这个是我们上课的每一周的主题。那理财有道有10周，下一张。经营有道有8周的课程，这些课程就让我们它不是告诉你如何去投资股票，而是让你从这样的一个课程的过程当中，每一个人不分职业身份，我们在课堂里面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我们有富强教会的弟兄姐妹，也有外来的弟兄姐妹，他参与这样的课程。那我觉得蛮可惜的，我们教会有 RPG， 有中保代祷，有华语查经班，可是这些这么丰富的课程，也包括这两种课程，我觉得参加的人太少了，我觉得很可惜。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有空的时候拨出1个晚上的时间来参与这样的课程，你会发现你的心充满着感恩，你回到了跟上帝那种起初的爱，你装备了自己来帮助有需要的人下一张。那我们上课的时候是要先跪下来祷告，上课结束后那个道昌长老也带着我们一起祷告。那道昌长老会在我们今年的11月27号主日下午的1点半到3点半有一堂这个我们富强学堂的一个课程，叫做合神心意的
经营管理。欢迎各位弟兄姐妹透过课程来帮助自己更深的去筹划你这一辈子的财务管理，如何让自己透过筹划你会过得越来越丰盛。当然，这个丰盛也是牧师今天所讲的，所有的丰盛，所有的大能大力，所有的丰富尊贵，其实都是来自于神。我们不能够据为己有，我们要将我们所有的主权来交给神，让神在我们一生的带领当中。那下面一章有一个主旨的定律。我的年轻的同事他为了鼓励班上同学在学测能够更加的认真，所以他po了这个主旨定律。我也跟各位分享，我们在神的生命里面，其实我们要用一辈子的时间来认识神。可是那个主旨，他花了4年的时间，只长了3米米，但是他这4年的时间生根在土地里面的，是我们看不到的。但我们也是一样，教会富强教会是一个有爱的大家庭，是一个大家在这个单纯的一个环境里面，大家彼此来成长。那这个主旨呢？这个主旨，它在4年时间是花了很多的时间扎根在地底下。那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要花很长的时间，用神的道、神的话语生根在我们的心里面。这样你在面对人生的各种挑战、困难、困境的时候，你会知道神会在困境当中，只要你跟随他，他会在另外一个地方帮你处理你人生的难题。这本书，各位如果看了之后，你会发现为什么会有这么一对凄惨的夫妇，他们在人前风光，可是在人后是在财务上有非常大的困境，但是他们经历了这样的理财的过程，经历了所有的这个圣经的话语。那圣经话语有2350节是跟我们理财有关系。你平常在读圣经的时候，你好像很少跟它连接在一起。可是我们理财有道跟经营有道的这2本书，完全就是以圣经的话语来作为我们的基础。我们每一周的主题有6天，有一个主题，然后6天。各位学员都是报名参加之后，你要写作业。好，那1天的题目大概3题。那请各位回到当学生的时代，你重新回到你当学生的时代，用神的话语再重新来调整自己。我常跟我自己讲说，我活到老，我不认老，不服老，然后呢，学习神的道到终老。这是我在这堂课程里面呢，我很感谢神。我很感谢神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呢，从3月份到9月份，当会期执事要我出来做见证的时候，我心里就想，主，是的，时候到了，我应该把我所领受的，在神的面前，将我的感受跟各位分享。请各位弟兄姐妹一定要珍惜未来开课的时候，请尽量报名，挪出你的时间来学习神的道理。那这个 PowerPoint 上面有11月27号，请各位留下你的时间下午的1点半到3点半，各位弟兄姐妹可以在当中看到一个在职场上那么有成就的人，他愿意付出他的时间来跟我们分享他一生跟随主的这样的一个学习。谢谢各位。那我最后再分享有一句话，一个家最好的风水，虽然我们基督徒不讲风水但是在我们富强教会说，一个家最好的风水就是闻到书香。这个教会要充满了神的话语，在我们心里面，每个人有馨香之气，每个人谦卑的跟随神，服侍神那我们要听到安静，就是我们可以安静在神的里面，外面所有纷纷扰扰不会影响到我们。我们的心意就是听从神的话语，让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们要看到从容，因为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都是他的宝贵的王子公主，我们有一个尊荣的身份，所以我们要很从容。你看那些这个帝王们这些他们的从容尊荣，我们也要可以活出这样的生活的形态出来。
谢谢各位，让我今天有这个机会，谢谢。谢谢。